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台湾文化兼生活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K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咱们K广播电台 FM89.9 播出。刷落来，咱们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伫人生的舞台顶，每一出戏剧拢是精彩的故事。故事中的咸酸苦涩、糖甘蜜甜，嘛是每一个时代的民间文学记录的背景。尤其透过主角本人口耳相传，讲出家己生活过程的踏踏滴滴、甲经验的故事。这就是上水的台湾文化美丽之声。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这位贵宾，伊是成功大学中文系足资深的教授，台湾文学推动上界摒世的忠者，伫南管的专业更加是国宝级的级数，也是改变惠阳对台湾母语这份深情意爱的迷恋。甘愿对着教授的脚步，传教咱上水的母语。教授毋拿精通南管，对歌词研究更加使人敬佩。邀请到施炳华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讲到上踏进咱生活的民间文学。相信今仔日施教授的故事，一定互咱空中的好朋友，亲像惠阳的心情同款甜蜜蜜。听教授讲过进前，咱先听一段音乐，心情放轻松。等音乐转来了后，就开始咱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单元咯。我来念歌咯，互恁听哩，无要扣钱啊，免伫摇钱啊的，劝恁做人搁着端正，好死老婆啊，人老命的。讲甲当今咯，的世界里鸟为失望啊，人为知啊的，想真做人搁着海海，是将好去先好来。咱来出世咯，无半项哩，转去双手啊，又空空啊的。点在世间是那迷茫，死了江山的样别人啊，做人都得咯，就爱惜你，荣华富贵啊，难得求的。通贪求在自受，万事开花免忧愁。
好听好听，这个亲切的声，亲像阿爸牵教囝儿时时的声，就是上水的语言文化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这位贵宾是非常上界敬重的一位长辈，本身除了是中文系资深的教授以外，阁是南管台湾文学甲歌册上鼎实的传承者，嘛是带非常进入台湾文学优美境界。阮上敬重的施炳华教授啦，教授你好。咱们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哇，教授，看到你敢若袂输看到家己的阿爸，今仔日邀请教授来到咱节目当中，要来分享台语跟咱的生活化有啥物关系？伫即个部分，邀请咱的教授空中分享台语的生活化甲艺术化的内涵。我伫台南县市推行台湾话20-30年到最后我的一个心得就是，咱爱甲台语生活化、参艺术化。我先讲我的一点点感想就是讲这个诺贝尔奖的迄个得主李远哲、李元德，伊捌安尼讲什么叫做伟大？伟大就是讲甲一项代志按头到尾，甲最后好，安尼就是伟大。我这个推行台语这方面，我感觉我嘛敢若像这个李元德讲的这种伟大安尼。所以咱即马来讲这个生活化，什么叫做台语的生活化？就是会晓讲台语，佮用台语表达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比如讲人名用台湾话叫出名出来，地名，物件的名，比如讲有人问长颈鹿是安怎讲，长暗鹿、麒麟鹿安尼还是一寡抽象的这个概念，比如讲哲学能力要安怎讲哲学，有人讲哲学，比如讲这个造诣，他在哲学方面造诣很高，造诣要安怎讲，一日搞翻那个造诣。这叫做生活化，过来艺术化，就是讲把台语运用伫咱的生活中，互咱的生活多彩多姿，足趣味的。人活咧就是爱趣味嘛，咱用这种语言用伫咱的生活中，就包含讲故事、言语日曲话、吟诗。唱歌、念歌包含囡仔的这个囡仔歌等等，这种我都能互咱用台湾话来感觉讲，咱的生活是按足艺术的叫做台湾话的这种艺术化。所以讲即马有人在咧甲我问啦拄好今仔教授来到遮，他拄教授你有讲到念歌，有人甲我问讲念歌跟歌册有啥物无共？这个念歌参歌册，就是敢若像人的手的这个手心参这个手背安怎讲手心参手盘含手心，对，就讲一体两面啦。这我拄则咧唱的迄个江湖调是也一支乐琴，哪弹哪唱。半念半唱，但是唱的有人会讲，你就照迄个老福祖伫咧唱，但是你若详细听我参与唱的，实际上是同款江湖调，实际上是无啥同款。这个无同款的原因就是讲，咱这或者念歌就是讲，以这种语言为主，以台湾话为主，甲台湾话的声调甲音乐化。音乐化，这叫做念歌。这就是讲，比如讲，咱安尼讲，我来念歌，咱甲音乐化就我来念歌咯。这就是叫做念歌。这个念歌无固定的歌谱，就讲咱讲的这个台湾话内容无共的是歌谱，就可能无共。比如讲，我拄则我咧唱的第二拍是咱来出世。你若照头一把空，我来念歌，咱来出世，
哇，咱咧吹死的人就唔知你咧唱什么呀？哦，你若唱照这个，咱讲台湾话，咱来出世，咱来出世咯。所以这个拢无共款，这个是在念歌。哦，这就是念歌。这个念歌就是咱差不多40-50年前的100年中间，实际上是足流行的这念歌。你讲什么叫做歌册？就是讲甲念歌的这个声音用文字甲记录来，甲印做一本细细本的迄个册，所以这就是册叫做歌册。念歌的人就是照这个歌册来唱，歌册就是甲念歌甲文字化印做册，所以这叫做歌册。所以念歌参歌册实际上是敢若像是兄弟共款。那亲像兄弟姊妹手足就对啦吼。对。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今仔日就有福气。徐教授伊伫文学馆，台湾吼有几若个所在，拢有咱徐教授的影子。伊安尼传教台湾遮尔好的一个文化，就是希望互咱的台语爱互伊生活化。咱就来看一个文字，咱得当甲转换，比如讲甲转换做台语，互迄个声互伊出来，这就是咱的语言教育爱伫生活化足重要的所在，对不对？哇，教授感谢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来搁来听咱的上好的教授来甲咱教台湾的文化。欢喜来到这咱台湾的店，这有蚵仔冰、仙草冰、粉圆冰甲爱玉冰的，这有碗粿、蚵仔煎、肉粽甲阮的梦的。乡土的声伫阮心内几十冬。乡土的梦伫阮心内底震动。囡仔的梦是一冬，身躯短短，水也细细，欠着一颗阮欢喜，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几落工。大汉时，才知影愈来愈需要好厝边。什么人会当用一条绳仔甲阮牵阮入去，永远的避风港。欢喜来到这咱台湾的店，这有蚵仔冰、仙草冰、粉圆冰甲爱玉冰的，这有碗粿、蚵仔煎、肉粽甲阮的梦的。
梦是一人，身躯短短，水也细细，欠着一个阮欢喜，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几落工。乡土的声伫阮心内几十担。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几落工。乡土的声伫阮心内几十担。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几落工。看世事，听心声，人生舞台上水的声音，咱来听。今仔日咱要听的，这是正港台湾语言文化上水的声。阮是教授伊的人，来到电台，跟大家分享母语的心声。教授，你是安怎要来吹杀台语，而且是安尼做拼势？特别去研究台语，敢会使讲伫空中该做一个分享？我回想我的一生吼，咱一个人咧做代志，要做什么，还是讲做到什么程度，总是有伊的动机。参动机后壁是推杀伊的迄种的力量。我拄则一开始有介绍讲，我是彰化县鹿港人，鹿港人讲话无三共，是你会感觉讲，拄则我伫咧讲，你会感觉讲即个人讲话怪怪，因为我讲的是鹿港腔，是鹿港腔是安怎会参别人无三共？咱即马讲的台湾话就是泉州人、漳州人移民来到台湾，经过300-400年。泉州话参漳州话，南斗阵就是即阵的台湾话。但是伫台湾其中有2-3点是参别的所在较无共的，比如讲鹿港、宜兰。因为鹿港伊就是保存较纯的泉州腔，泉州腔宜兰呢，伊是保存较纯的漳州腔，是因为鹿港人保存较纯的泉州腔，所以就变做参外口人讲的就较无共款。我每到一个所在呢，比如讲我伫嘉义师范读册，我的外号就是鹿港的，就讲我讲的话，别人就感觉怪怪，甚至有当会去互笑。咱无了解家己到底讲的是什么话，是互笑着说，家己感觉敢若像做毋着代志共款，歹势。我着16岁离开故乡，一个中部、南部、北部拢住过啊。我即马伫中文系咧教册，但是我教即个中文系册呢，可能我较无文学的天分，教着拢毋是足趣味的。有一个机会，我咧听一个人演讲，即个陈冠学，伊是足有学问，也是台语界的先辈。即我咧听的时，就边仔就做一个或者现代化学的教授陈继雄，伊就是足早就咧推行台湾话。伊知影我是鹿港人以后，伊就甲我讲：你实在是应当爱去研究鹿港话。真正是英语惊醒梦中人，拍醒这个做梦的人。我想讲，这有理呢吼，所以我就决心研究台湾话。我要甲我讲的鹿港话到底是什么碗糕话，甲分较清楚咧。但是自从研究台湾话以后，我就开始决心，我要真按聊落去啊。所以自迄阵到即阵的30-40年的时间，我所有的时间拢用伫台湾话研究参推广这方面。所以讲，我是安怎来要来研究台湾话？是啊，我要了解我家己，因为一个人讲的是什么碗糕话，你咧互人笑，你总是爱了解。对你，咱了解家己以后呢，发觉讲实际上咱台湾话是足水的。
甚至就是讲，咱台湾话呢是这种语言的活化石，化石。迄个化石就是讲，比如讲恐龙，恐龙已经是安尼几了10万年前，已经死去啊，变成石头同款。但是咱的台湾话呢是保存1-2000年前的话，个也活跳跳、活灵灵，所以这是活化石，这足宝贵的。咱台湾话过去受国民党的压制，讲推行国语禁止讲方言，讲都袂使你讲，写也搁较免讲所以呢，咱真正有需要研究，好好甲发扬出来。所以呢，我自从了解这台湾话真正价值以后，我就开始有这种决心，就是讲这个民主讲的当今之事，舍我其谁，意思就是讲。伫即马即个世界中，要发扬推广台湾的，除了我以外，也有啥物人？咱来有即种的志气、气魄的时，我就按一路一直行落去嘛怎呢？遮坚持对无？对啊。毋过教授，你即摆已经几岁啊？我即阵已经满70啊。是啊，讲老师的身体爱保重，人会老。但这种的好的物件爱传落去，所以毋通大家来继续来研究、发扬、推广台湾话。教授，你遮尔辛苦，要甲遮个物件留落来，你嘛写足侪册，对毋对？有足侪册，是拢你安尼劳心劳力，安尼甲伊记录，甲伊做，甚至嘛阁有甲伊录音起来。但是遮个物件，毋知影讲，咱的空中的好朋友，若对即个台湾文学，即有兴趣，教授这边敢阁有法度人好提供？我即摆来讲我即个研究学习台湾话的经验啦，这嘛是值得各位听众来做参考。安尼，迄个教授这册含资料，拢是学习的时阵编的教材，对无？所以你有研究足侪真好的即个资料，等下透过空中要看咱的空中的好朋友做分享咯，是毋是？是。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袂歹吼，互阮教授休困一下，咱听一首歌，咱较个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嘿。你敢知阿爸因迄代，因的歌是安怎伫倒来？你敢知阿公因迄代，因的花是安怎流落来？你敢知阿母因迄代，因的无奈，因的感慨？你敢知阿
地需要你疼爱。你敢知？袂当讲你毋知，世事毋是一人一家代。你敢知？毋通讲你毋知，这块土地需要你疼爱。你敢知？袂当讲你毋知，好好和平一步一步来呀。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咱即马过来邀请徐教授咧讲到伊研究台湾文学，伊有做互咱会当学习的一寡资料。徐教授，哇，费用今仔日足欢喜的，看到你足亲切的。你咧研究即个文学。含即个台湾的会使讲上水的即个母语，即个台语因为咧推广的时阵嘛一定要有资料对无？你嘛做者研究，嘛做者书写，敢会当空中来做分享。我甲我即个学习台湾话经验讲来参大家分享啦。你若会晓讲台湾话，实际上就是表示讲你台湾话程度袂歹啊。是。台湾话是安怎来爱个学？因为咱要甲台湾话讲标准，咱阁要甲台湾话用文字甲写落来，阁写足实拍的，阁写出这种台语文学的作品，安尼可能就无简单，得爱用一寡时间精神来学习。我研究台湾话，我嘛无老师，我嘛家己研究的，因为咱是台湾人。是连应当台湾话无问题所以呢，各位听众，你莫感觉讲台湾话这个台湾话是毋是足深的，是毋是足歹学的？毋是安尼。咱若有心，咱若已经了解讲，咱的台湾话是祖先传落来，足有价值的。咱台湾话爱传落去，对咱台湾的未来是足有帮助的。咱若了解这点的是，咱会想嘿。学这个实际上是几句话尔啦，对于咱甲台湾话声调，甲分得清楚。比如讲，一般咧讲诶八声七调，西、好、霸、必、高、高、唱、落，分得清楚。过来，咱要记台湾话是咱有音标，敢若像即个国语诶即个注音符号，不共款。咱嘛有罗马字诶即个音标，即个音标实际上是才16、17字诶英文尔。所以咱这若会晓记诶是，自然即个音标识咱就有法度甲咱讲诶话记落来。过来讲你要安怎写？讲即个写台语文，会使你用汉字写。嘛会使你用罗马字写，即阵上流行的就是汉罗台语文，就讲以咱即阵台湾的教育环境，也是用汉字，大家看到较惯势，所以咱是以汉字为主。但是有一寡话什么六个、缩个这种的，你都汉字根本就写袂出来，所以就变做讲若写袂出来，咱就用罗马字，罗马就是一种拼音的系统，来甲拼出来，甲迄个音甲写出来，安尼台语文就有法度人写出来。讲起来学台语文实际上是无困难，只要你有心，这是我家己的这个经验。过来就讲，我研究台湾话，咱为着要教人，所以当然咱家己本身爱充实这个台湾话的基础。咱爱安尼足了解足清楚诶，比如讲我是鹿港人，鹿港人讲话无相共，这是鹿港腔。比如讲宜兰，宜兰人讲话是安怎？水水软，食饭配卤软。就讲宜兰人讲话，咱用一般人讲像酸酸冷冷，食饭配卤卵。但是宜兰人伊就有特别这种的音，软的这种的音，所以讲宜兰人讲话水水软软，
食饭配卤卵，对不？对有这种的讲法，所以咱来了解，虽然是伫台湾，但是南部参北部是无相共。北部人来到南部咧，感觉讲，因讲的台湾话怪怪；南部人去北部讲，因讲的台湾话嘛怪怪。啊，咱来了解的是，咱就全台湾拢行会通啊。比如讲，北部人大部分来讲，生日今仔日是我的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到南部的是南部就讲，今仔日是我的生日。啊，北部人讲。咱钱爱去寄银行，南部人伊就讲，咱钱爱去寄银行。这是大家拢较知影诶。这无嘛干啊，这是腔调诶问题。对。过来是这读册音参白话音诶问题。有人讲台湾话是双声多，双声多就讲。共一字呢，伊会使发出无共诶迄种声音出来。台湾话就分做读册音参白话音。读册音就是保存同调诶读册人读册吟诗诶声音。同调到即阵已经是1100-1200年啊，但是伊足好甲保存落来。对，讲台湾人甲保存落来。白话音就是日常生活讲诶话，咱诶祖先一代一代一直传落来。毋捌字参老爸老母参厝边头尾学诶，即种诶或者白话音。实际上这两种拢是足宝贵诶。比如讲，咱若去餐厅，咱去点一个菜，迄个菜叫做醉鹅，鹅肉，鹅肉醉鹅。即个鹅，恁安怎讲？有人讲鹅，阮鹿港人是讲鸭。这个鹅，伊是读册音，唐朝的读书音。伊就讲叫做鹅。但是阮鹿港人讲牙，这是白话音。这个牙甚至是保存汉调的音。这个大部分的南部人伊会讲鹅毛，鹅毛。鹿港人讲牙门，对不？这就是白话音参读册音的这种的系统无共。系统无共以外，咱拄则讲要生活化，要艺术化。这个可能费用较早捌用过时啊。你这个读册音，咱也用同调，是安怎来用同调？因为伊保存同调迄阵的读册人的声音，所以你若甲吟出来就足好听。我敢若吟一句就互大家安尼小片一个芳咧。比如讲，李白的下江陵，李白的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咱用读册音甲念出来，雕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咱来甲念出来，雕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就是读册音的系统。赞啊！各位听众朋友，安尼同时用台语来吟唱，是毋是足无共呢？今仔日听到徐教授用着这尔水的语气吟出来，有感动无？咱简单休困一下，较过来听教授分享台湾文化。青春犹原人生的条路，失去时嘛是无法度。吹甲遐尼爽，风吹着阵痛，有时阵想起少年缘投的较好。别人欣赏彼时较风骚，你条路煞着暗暝蒙。行来耍翘骨，拍算西米路，阮心内艰苦，因暗无想要讲。探戈阿爸的探戈，记袂清少年的脚步，手机昏迷的伊人，时间了乱心内，阮抱着一暝糊涂。探戈
快乐一世人。青春犹原人生的条路，失去是嘛是无法度。嘴甲遐尼酸，风吹着叮当，有时阵想起少年缘投的较好。别人欣羡彼时较风骚，你条路线着暗暝蒙。行来煞翘久，打算西米路，阮心来艰苦，因暗无想要讲。探戈，阿爸的探戈，记袂清少年的脚步，手起分离的彼人，时间了咱心内，阮抱着深的糊涂。探戈，阿爸的探戈，款待上帝阮的脚步，款待双唱着。一番路天光照心梦，阮甘会快乐一世人。想起昏迷的彼人，时间了咱心内，阮抱着深的糊涂。探戈，阿爸的探戈，款待上对。脚步，款待双唱着乱梦，一番路天光照心梦，阮甘会快乐一世人。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施炳华教授伫闸门溪广播电台 FM89.9，讲出台湾文学的心声。咱台语毋是一个字一个音尔，有文读音、白话音。今仔日咱既然有这个福气，听到教授的小解，是毋是教授讲较明白，互大家听众会当分享？咱拄则讲读册音吼，读册音有人讲，哇，迄伫读足侪册，是，才知影诶。我都无啥读过册，是我要安怎去表现？是，咱就是搁继续讲即种白话音，是日常生活讲诶。日常生活讲诶，有啥物艺术呢？实际上，即内面艺术足多诶。伫台湾诶民间呢，有一种或者煲歌。小姐你足水诶吼，无啦，是你较熬煲啦。煲就是鹅肉诶意思。即个煲歌实际上就是台湾诶民间诶男女诶情歌。查甫查某两个斗阵诶，是互相煲来煲去，互相唱来唱去。台湾诶煲歌，伊也敢若像咱拄则吟诶迄种诶唐诗，原来是7字一句，一首是4句。但是这无用读册音读，因为读册音着经过学习。这个煲歌是免经过学习，你着有法度人念出来。比如讲，咱用台湾民间的一首煲歌，我来甲念者：玉兰开花芳透天，满日房间芳归暝。将花摕入网搭内，半暝芳到枕头边。我安尼念，毋知你听有无？这是白话音咧，照讲应当听有。伊诶，即种文学技巧实际上是足好诶。玉兰花大家都知影吼，玉兰花呢，花芳透天，就是讲足芳诶吼。是。甲满日房间诶时呢，规暝拢是芳诶。南部人讲规暝啦，但伫即首爱读做暝，伊诶文卡是伊。佫甲花摕入即个网搭内呢，半暝不芳到枕头。
伊敢是咧讲玉兰花，实际上表面上讲玉兰花，实际上是咧讲伊思思念念的迄个意爱的人啦。就讲意爱人，敢若像是玉兰花共款。吼，玉兰开花芳透甜，吼啊，迄个小姐实在是足水的，逐个拢学落去。我若有法度通请伊来入来我的房间内面，还毋知影偌好诶。毋是敢若入来房间内安尼，暗时咧困的时上好是困到我的身躯边。安尼是毋是还佫较好？所以实际上，即首的即种文学技巧是足好诶，嘛足优美诶。这就是播歌，这是播歌是四句一拍尔。咱即摆佫介绍另外一种，就是咱节目一开始唱诶，我来念歌咯。即种诶，或者念歌歌，伊嘛是完全就是用日常生活诶即种话，甲唱出来，再佫甲印出来。即种歌。因做歌册安那讲着歌册咧，足丰富诶，足澎湃诶。歌册是实际上真正是台湾的民间文学的宝藏，因为歌册是指200年来按万人来到台湾，迄念歌声甲唱出来，完全用民间的即种白话、日常生活的话唱出来，内面保存足侪台湾较早足侪优美的迄种语词。咱即阵因为大家拢讲国语啊，台湾话慢慢打啊，一直要袂晓讲啊，所以咱即个歌册咱也好好啊来甲研究，佫甲唱出来，即来表现台湾的即种语言艺术，实际上是足实拍的。歌册伊的内容包含宗教、爱情、社会事件，逐项拢有。我的研究的时呢，为着要互大家学台语，较早我就捌参即个纳淑珍老师编一本大家来学台语的即种基础片，内面有诗对诗字，这拢是足简单。你若摕转去听的时听几遍啊，你讲我台湾话就拢会啊。过来我因为我是拢咧研究南管，我有出一本南管日文教材，我的升等的论文、升教授的论文，或者历境及音乐与语言的研究，这就是咧研究400-500年前陈三五娘的故事，伊是伫舞台顶伫咧表演的戏剧的剧本，研究伊的语言。语言就是泉州话，参潮州话，潮州话原来是属于闽南语。研究伊的音乐，就是南管，这是南管这方面的。过去10多年来，定定伫外口带团出去表演。过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歌册，歌册是为着要互歌册安尼较有法度通流通咧，所以呢，我就开始来学乐琴，来学念歌，我也捌做过这个台湾歌册学会的理事长，做4年就是专门咧研究歌册，所以各位若有趣味的是，会使你来看卖咧啊。对，这个会就是拢足侪学员研究个核心嘛，对，歌册足难得的呢，你即阵拢买无啊？但是我收集2-3千本，2-3千本的歌册拢公开，就讲你若有趣味。来甲我讲的是，阮歌册学会呢，大家拢会提供互你，大家来互相研究优美的台湾话。面册嘛有面册嘛有，面册嘛随时有歌册活动，各甲歌册研究的成果拢搭伫面册里面。感谢教授安尼为着咱台湾的文化用心安尼甲伊立积起来，无担心佮安尼推广。相信咱嘛是佮有足侪人拢伫台语界咱的母语界吹散嘛这个努力拍拼的人，教授你敢袂当安尼甲因鼓励一下？最后我结论就是讲，我研究台湾话要参即个听众分享的就讲即个讲话语言，毋是干那一种沟通的工具尔，语言是表达咱的感情上好的方式。语言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就是讲我是什么人，我用什么话来讲。你想讲你若参恁阿公阿嬷用讲国语，伊可能我来听有，但是伊总是感觉袂啥听入迄个心内。你就是用阿公阿嬷的话参与讲，这种感情是上好的。语言伊是文化的因素之一，文化有4-5种要素，语言是上重要的。实际上，语言就是代表文化。大家来讲台湾话，因为语言表现文化，
所以咱若大家来讲台湾，咱就了解台湾文化，台湾的社会是安怎。咱若了解台湾文化，咱就会爱台湾。啊，若安尼，台湾就有希望。是，只要你若爱这个语言，接甲讲，就是甲文化继续传。对。哇，咱感谢徐教授，嘛希望讲那日后，咱个邀请教授中来做分享，敢好？好。啊，最后咱甲咱的空中的好朋友讲一声，再会。拜拜，再会咯。这是咱的希望故乡，咱的故乡。有希望，火车行到伊就暗晚伊就丢，赶紧倒倒来。希望故
人讲老人无讲过，少年就毋知身边有偌济宝。今仔甲教授咧开讲，惠阳就想起细汉阿爸互惠阳诶观念甲看教。咱食果子爱拜树头，啉蛇水爱梳源头，感恩惜福，面对世事，看待生活中诶起起落落。若无正确诶人生观念，伫人生诶这条路，打着坎坷跋倒，凡事嘛可能阁找无正棒诶好骹步。万咱听众朋友，莫伫失败跋倒诶经验当中，才找到正确诶路途。这种经验诶疼痛，这种诶代价，足疼，足疼诶。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欢迎大家每一个礼拜和惠阳做伙听台语、学台语，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欢喜。我是惠阳，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期待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拜拜，再会咯。